为什么会这样？昨天的事情就是如此啊。太可怕了，这到底是什么邪术啊？这不是邪术，事后回想起来，很可能是安世耿在温如玉的身上涂了一种化骨粉，而这种化骨粉一碰到水或酒之后，就会将肉体溶解。而那些毒气呢，很可能是温如玉在修炼毒功的时候，引发他身上大量积淀的毒物所致。我说这安世耿怎么会如此好心，会将温如玉主动送给我们？嗨，他只不过是给我们神侯府一个下马威罢了。他主要是想在心理上先击垮我们，他让我们觉得和他斗，就等于是在跟天斗，根本毫无胜算。不过，我们也不必过于失望，反正这玉玺我们已经顺利找回了，这个都是四大名捕的功劳啊。是啊，他们真是一路辛苦。不过案子总是要慢慢的破，郑我，你可千万要注意身子，别太操劳了。我看吴情他们现在还没有什么消息，加之京城也没有什么大案子可破，不如我们派……我已经派他们去调查了，相信很快就会有结果。我们先不要担心，当务之急是先观察他下一步究竟会怎么走。我相信马上会有更大的事情要发生了。贤弟，切记不要和他有正面的冲突发生，有什么事及时与我商量。是，请诸王爷放心吧。希望他们能够吉人自有天相。这是什么地方？我怎么会在这里？有人吗？有人吗？姬小姐，你醒了。你们是谁？姬小姐，请用茶。这是什么地方？姬小姐，请用完茶后沐浴，这是为您准备的花瓣。我为什么会在这里？姬小姐，衣服已经给您准备好了，请沐浴之后更衣。这到底是谁的府上？你们是谁的丫鬟？姬小姐，请沐浴。我家公子给您留了书信一封，看了您就明白了。不才耿俊拜启。原来那位耿公子叫耿俊。桃花娘子庙一别，原不知道何时能再见面，不想又相遇忘忧酒馆，顿有知己之感。但耿某常年经商各地，怕是与姑娘无缘相见，可不料又发现姑娘受伤在荒山之中。我受伤，是他救的我。冷血他们呢？姑娘的病我已经找郎中看了，郎中也自称无力回天，但我还是请姑娘且好好养病。我这次又去南边犯茶，到那边也一定会为姑娘求一些好的药材来。果然，这位耿公子最懂我。冷血若是能有他一半好，我也就知足了。也不知道大兴演艺站，冷大哥他们怎么样了？冷大哥，我很想你，你也在想我吗？那位姬小姐看到本王的信，她有什么反应？姬小姐很是感动，好像还哭了呢。好了，你下去吧。是。我就喜欢这种鱼慢慢上钩的感觉，这个过程尽在我掌握之中。
手上拿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你给我看看好不好？我拿这个跟你交换。平日里我就是靠吃这个为生，可好吃了。你都吃了我的东西，把它给我看看。这个怎么吹啊？你教我好不好？我不会。我叫小丁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不知道。不知道。哦，那你慢慢吃吧。冷大哥如果成为驸马的话，就能平步青云。你只不过是一个丫鬟，什么都给不了他。你不要爱上他，我非他一辈子不嫁。这段感情，我该怎么办呢？楚公子，楚公子，你是从中原来的，一定对中原的诗词很有了解。我呢，很喜欢中原的诗词歌赋，只可惜我们这里能学到的很有限。楚公子，既然你懂，那能给我多写几句吗？其实我对那些也不是很了解，不过我们可以写你的名字啊。好啊，暮雪。其实你的名字就很像中原人的名字啊。因为我很仰慕中原的文化，而且对中原的一切我都很向往。还记得我的生身母后是下雪那天离开人世的，为了纪念她，所以我就给自己起名叫暮雪。不好意思啊，提起你的伤心事了。没关系。那我们先写你的名字吧。好啊。暮雪，楚公子，你真有才华，这字写得真好看。有机会啊，我再教你写其他的字。嗯。这次护送玉玺失败，保护王妃不利，奴奴前来请罪。王妃是本王深爱的女人。现在人死了，可能是天意。你起来吧。谢王爷。这一次你虽然未能完成好任务，但本王知道你尽了力，本王原谅你。王爷海量包涵，奴奴感激不尽。不过什么？灭族之仇不共戴天，奴奴想问王爷何时出手对付诸王爷？这两宗事情都被你搞砸了，你还有胆量提条件？王爷曾经答应过我，替奴奴报灭族之仇。稍安勿躁，奴奴你放心吧，本王一言九鼎，答应过你的事，就一定会办到。王爷，可我们已经失掉玉玺。玉玺原本就是本王的一个小戏法而已，丢了也没什么。本王的计划才刚刚开始。王爷的意思，成大事者不拘小节，能笑到最后的才是智者。至于玉玺嘛，迟早都是本王的囊中之物。
那王爷接下来的大计，除了对付朱王爷，还有神侯府的诸葛正我4大名捕，这些人一个都不能放过。对，只要把这些人解决掉，大明江山就归王爷所有了。到时候，6扇门、神侯府都交给你掌管。谢王爷。奴奴，你除了可以报灭族之仇，你还可以光复狼族。王爷，奴奴有个请求。你想替冷血求情，对不对？你对冷血的情谊，本王是可以理解的。狼族只剩下冷血和我，念在同族之意，奴奴才恳求王爷。我喜欢念旧情的人。王爷准备怎么对付朱王爷？这是什么？铜币。拿着。等本王养好了身子再说吧。哈哈哈哈哈哈！以前我们4大名捕，不管是办案还是喝酒，都是4个人。现在冷血躲在神侯府里不出来，无情在虎君山掉落百丈悬崖，恐怕是凶多吉少。魏兄弟，不要这么悲观好不好？无情的武功不弱，还有他的眼睛没事的，没事的啊，不要怕。可是从百丈悬崖掉下去，生存几率很小的。哎，他每次都是这样的。每一次都死里逃生，还有，我对他是有信念的，他一定会没事的。信念，事实是事实，他从来没有掉落过百丈悬崖，没有哪一次，这么久一点消息也没有。你说这个也有道理。现在4个兄弟，一个掉下山崖，李默也掉下山崖，什么时候你也掉下山崖，我也掉下山崖。师叔也掉下山崖，全部都掉下山崖。追命，你怎么了？你别这样。没事。喂，李默掉落百丈悬崖，他有单于护体啊。从那么高掉下来，什么护体也没用啊，对不对？他没用，他可能掉在树上呢。我说你别喝了，追命，你别喝了，你别那么悲观好不好？他从百丈悬崖上面掉下来，一点生存机会都没有。你说呢？对不对？没有，没了。喂，追命，你别这样，我说说而已的。喂，去哪儿？冷公子当心，别感冒了啊！哎，冷公子，你衣服也脏了，我替你擦一擦啊！哎呀，还有这嘴，怎么说这么脏？哎，冷公子。是诸葛大人命我来服侍冷公子的。我知道你一定是在担心李默。诸葛大人已经派了很多人四处去找寻，我相信肯定会找到他的。我也很担心他。自从进了神侯府，就只有李默对我最好了。我们相互照顾，彼此关心。叶儿，我想亲近一下。是。李默，你到底
底在哪儿啊？以前你在的时候，我们天天吵吵闹闹的。自从你失踪了以后，整个神侯府变得冷冷清清的。以后我不再让任何人伤害你。从明天开始，穿上我的衣服，打扮成男装，这样就会安全一点。姬姑娘，对不起，感情的事真的无法控制。冷大哥，我现在就回来找你。楚大哥，你竟然是女人！原来你一直在骗我。对不起，我不是故意要隐瞒我是女子的身份，只是我一直找不到适合的机会跟你说明白。那为什么那天我们把你救回来，你不表明自己的身份？那天我从山崖上跌落，好不容易死里逃生，一醒来的时候就在一个陌生的地方，又有那么多陌生的人盯着我瞧，我一时脑子里一片空白，所以我才……我们青葛部落的每个族人都是以诚相待，我们从不说谎的。我知道，就是因为你们都以诚相待，从不说谎，所以后来我才不知道该怎么跟你开口。那，你为什么要装扮成男子？江湖险恶，装扮成男子是为了保护自己。暮雪，真的很对不起，我知道你们都对我那么好，所以我才不敢说，我怕失去你们对我的信任。原来是这样啊！我相信你不是存心骗我的。那以后我们就是好姐妹了。那你不生我气了？谁说的？好啦，开玩笑的。只要你今天晚上陪我参加太子的册封晚会，我就原谅你。那好吧，不过你放心，我会替你保密的。谢谢你啊，暮雪。今晚是我们青葛部落最重要的日子，父王将从他3个成年的儿子里选出一位太子来继承王位。我们的祈求，他为我们选出了一位身体强壮、懂得骑术、懂得治国、最爱子民的太子。以后青葛族的族人要跟从他、服从他、拥戴他。他就是莫尔赤。竟然让他当了太子，太子之位本来应该是你的，父王太偏袒他。
现在能有什么办法？大家跳舞去吧！大王兄、王弟，怎么不跟大家一起同乐啊？这是你作为太子下的第一道命令。我知道，我当选太子，你心里不好受，可这是神灵的旨意啊！希望你们能够支持我。支持你？我们打心眼里支持你。阿世龙，我们走。哎，楚兄弟，恭喜二王兄！太子，恭喜你了！楚兄弟，来，过来。大家听我说，今天是我莫尔赤成为太子的大喜日子，我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宣布。这位是我的王妹暮雪，也是我们青葛部落的公主，她的美丽犹如黑暗中的明珠，闪闪发亮。而在她边上这位，就是楚公子，他英俊潇洒，犹如天上的雄鹰一般。今天，我莫尔赤高兴，要为我们青葛部落喜上加喜，就是把我的王妹暮雪许配给楚公子。不行！为什么不行？总之不行，我不能嫁给楚公子。暮雪，暮雪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你怎么能自作主张把我嫁给楚公子呢？二哥，这也都是为了你好啊！你刚才根本就不应该提成亲的事。你不是挺喜欢他的吗？为什么不嫁给他？二哥，我看得出来，自从他来到青葛部落之后，你们俩整天都形影不离，如胶似漆的，就好像跟一个人似的。我看你们两情相悦，所以我把你许配给他，你们成亲了，这样你们就永远不会分开了。二哥，这是在成全你啊！反正我是不能够嫁给楚公子的，你还是收回成命吧。暮雪，这是二哥当上太子的第一个旨意，你敢不服从，这代表你不支持二哥。成亲和支持根本就是两回事，怎么能混为一谈呢？暮雪，是不是那个楚离墨他看不上你？我这就把他抓起来，看他喜不喜欢你。二哥，瞧瞧瞧瞧，舍不得了吧？我不是因为舍不得，是因为……因为什么？你保证，说了以后，你不会怪他。我保证。楚离墨，她是个女的。哎，小姐，你要的东西我给你带来了。老板，谢谢你啊。我真是搞不懂你们这些小姑娘，玩个小猫小狗还没什么，这东西毒性这么大，很危险的。老板，你别问这么多了，来，给你钱。你可要小心啊，毒性很大的。我知道了。我走了。这什么东西啊！哎，喂，打死你，打死你！终于死了，你没事吧？有没有咬到你啊？我带你去看大夫。我没事。真的吗？这毒气很重的。走吧。我真的没有事啊，我先走了。哦。
冷公子，我刚才看到依依姑娘被毒蝎子咬了，可是她自己却说没事儿。我觉得那个依依姑娘真的很奇怪。我说要带她去看大夫，可她听了扭头就走了。我知道这种事情不应该我管，那你就不要管了。冷公子又恢复以前的冷血本色，对无关重要的人无动于衷，整天想着李默和无情公子。大哥哥，都好几天了，你怎么还不走啊？我不知道自己该去哪儿。其实你哪儿也不用去，在这里有吃的，还有喝的，还有笛子可以吹。要不你就跟我一起住这儿吧。大哥哥，你别想那么多了，反正你什么都记不起来，什么都不知道，不如你的名字就叫不知道。不知道？不知道，你教我吹笛子。我不会教。那你吹一遍，我跟着你学。怎么老学不会？嘿，以后你教我吹笛子，我就给你摘果子，咱们就是朋友了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拉钩上吊，100年不许变。按手印。好，按手印。太子，楚兄弟，你怎么独自一个人坐在这里？是不是刚才我宣布你跟暮雪的婚事有点冒失，惹你生气了？没有，没有。哦，那我就安心了。哎，楚兄弟，要不然以后我叫你黎墨吧。太子喜欢怎么叫就怎么叫吧。我们私底下呢，你就叫我莫大哥，别什么太子不太子的，那都是人前的称呼。莫大哥。黎墨，你在中原的家住哪里啊？家里还有什么人？我住在京城的申侯府里面，那里有我很多的好朋友，叶儿、无情、追命铁手，还有冷血。冷血，他是你的好朋友？他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人。今天是中原的中秋节，你看，今晚的月亮是1年中最圆的。中秋节？中原的中秋节是一家团圆的日子。申侯府的上上下下，今天一定是一大早就开始准备过中秋节。现在，大家应该都坐在申侯府的院子里面，赏月，一起吃着月饼，看着月亮，喝着酒。听你这么一说，你们中原的中秋节应该很热闹。还有春平节。
他老是喜欢拿着酒找那些公子们喝酒，到最后啊，都是他自己一个人喝醉，被小梅啊还有叶儿他们抬回房间里去。看到这个月亮，我就特别思念他们。你不用感伤，如果你愿意，我们天天都能团聚，在月亮底下唱歌、跳舞、喝酒，天天都过中秋节。我知道你在思念你的朋友，可是这里你也有很多朋友啊，整个青葛部落的族人都是你的朋友啊。我还交到了暮雪这个好朋友呢，而且还有我。时间不早了，我有点累了，我想休息了。你也早点休息吧。哎，七姐姐，你一定要回来！我们仙鹤寺的姐妹都很想念你。来，大家过来吃月饼和汤圆。海棠、蝴蝶，快过来吧！孔明灯都已经飞远了。今天可是中秋佳节，大家都要高高兴兴的赏月、吃月饼。你们知道中秋节为什么要吃月饼吗？月有阴晴圆缺，这每年中秋节是月亮最圆的时候，以月圆照人团圆，以饼圆照人长生，所以中秋节吃了月饼，就可以跟思念的人长长久久的在一起。正所谓人月两团圆。真的吗？当然了，娇娘什么时候骗过你们？所以你们一定要把月饼吃了，这样姬瑶花、楚离墨、无情他们就会平安的回来了。吃吧。追命，平时你的话最多了，今天这是怎么了？来吃月饼。无情，兄弟一场，这些是烧给你的。一一铁手，你们这是在干什么？娇娘，无情一直没有音讯，怕是回不来了。这纸钱是烧给他的。还有林墨和姬姑娘，我想多烧一点钱给他们。今天可是中秋佳节，哪有人在中秋节烧纸钱的？你们，娇娘，他们也是在担心无情、林墨和瑶花，你就别责怪他们了。唉，以前中秋节都是无情带我们赏月，喝酒喝到天亮，玩到天亮。无情喝醉了，就会跟我们比试暗器，想起来多开心呢。可是今年，那个时候，姬姐姐总会带我们舞剑助兴的。姬姐姐不在，我们仙鹤寺过节还有什么意思？唉，以前中秋节都是担心冷血，现在又要担心无情，又要担心姬瑶花，又要担心楚离墨。过去的每年中秋月圆之际，也就是冷血他狼毒发作最严重的时候，但今年他的狼毒却没有发作的迹象。如果黎墨知道他治好了冷血的狼毒，我相信他的心里面应该很高兴才是。可是林墨现在在哪里呢？我真的好想他。大人，我不想吃汤圆了，我们先回去了。伊儿也先退下了。娇娘、师叔，我没有心情赏月了，我们先走了。我也先跟铁手哥哥走了，你们玩得开心一点。唉。
这些孩子，他们情同手足，现在自然是没有心思过节。我一直把他们3人视为己出，如今他们下落不明，生死未卜，我的心里面真是难以平静啊。你也不必自责，你不是已经派人去找他们了吗？皇天保佑，他们一定会平安回来的。希望吉人天相，但愿他们3个都能逢凶化吉呀。这么多年，你一直忙于查案，每年的中秋节都是热热闹闹的。今夜如此清静，你也别想太多了，吃汤圆吧。好。安世梗，出来吧。哼，冷贤弟，你不愧是真男人。其实你笑起来挺好看的。那我就笑给你看看。你怎么这么傻？我不会让他伤害你，王子。你还记得狼族的仇恨吗？我记得。这仇恨每一天、每一刻，都在我心中燃烧。现在终于可以解脱了，我可以回去见我们的族人了。你现在不要这么说，我把你带回申侯府，诸葛大人一定会治好你。你还记得灭族当天吗？所有族人被屠杀，族里烽烟四起，我们的亲人一个接一个的倒下，这情景奴奴一生一世都忘不掉。奴奴知道，为了报仇，我做了许多错事，你不要怪我，王子，王子，希望你能念同族情谊，一定要为我狼族报仇，报仇。奴奴，奴奴，你看着我，奴奴。我答应你，我一定会替狼族报仇。